阿因遮拢是歹人，是要来找麻烦的。嘿，阿姆你唔免惊，好山已经保险哦，若飞出来，伊就走敢若飞咧。对。阮后山吼已经无要搁行公路啊，伊嘛袂用剑啊。哼，对，就是伊袂用剑，所以阮才要来甲爱一项物件。你爱什么物件？迄萧神剑的剑谱。哇，后山的啊，你既然都无要搁行公路，咱爱剑谱要创啥物？因若爱就好因嘛。安尼啊，剑谱互伊是小事，为害就干我是大事哦。若是毋互我今日的起事，我就互你办袂成。哼，刘后山，现在你是状元爷的大兄，敢讲你还阁敢杀人心？假使你若无顾恁小弟，你互伊出手无？出手无？拜托，我求恁，今仔日是后山伊大好的日子，今仔日若是飞，明仔载我就会叫伊甲恁陪做。哎呀，你啰嗦！小丽，安怎？你若毋甘愿出手无？出手无？来啦，倒互你。先生，你不会用的，你一定爱恁啦，一定爱恁，你的小弟，你不会你太人，你爱恁遇到伊的小弟，伊决定会百般的忍耐。假使我若是伊得到撇萧神剑的剑谱，练成这个神剑了后，独霸武林的时阵，各位前辈，恁就会当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啊！有影，抑搁落来这步棋要安怎行？哼，下帖就以比斗。刘后山已经宣布退出江湖啊，咱安尼做，敢是违背江湖的道义？哼，讲什么道义毋道义，考虑遐济有啥物路用呢？也毋过别好伤人呢。迄假使讲因若真硬要甲咱拼，死的是咱呢。对啊。现在伊最重要的就是为着伊的小弟的前途，这就是伊的弱点。人伤过头信用，这嘛是伊的弱点。哼，所以伊绝对袂甲我比。如果伊若是真是要退出江湖者，咱应该爱互伊一条生路。对别人的宽待，就是对家己的残忍。刘和山，伊是非死不可。会先去困。后生，人生总有难免不如意的代志，过去的代志都已经过去啊，咱就莫搁去想伊啊嘛。强行的毋是过去啊，即马绝对要开始，所以我一直考虑
究竟是要行倒一条路才好？也毋过，你已经宣布退出江湖啊！现在只有一项代志，就是将剑谱互伊啊。剑谱互伊，毋知要祸害偌济人。虽然我无管着伊江湖的代志，也毋过我还阁爱保护着江湖安宁义务。敢讲，你要为恁小弟的前途设想？到底是江湖较重要，也是你小弟较重要？敢讲剑谱互伊，从此就袂阁发生代志是？伊要伫的物件咱互伊，伊若搁再惹代志，咱再搁采取行动嘛，也袂慢啊。我最大的错误，就是当初退出江湖，无将这个人给除掉，是我最大的错误。甲你成婚，也是错误，一连串拢总是错误。确定是错误，也毋过代志已经做，敢讲有法度挽救是？我昨暝考虑一下，我也是应该搁起身离开。你为什么一定要安尼做？俗语题讲，树大分花，兄弟大汉就爱分家。所以我爱去创造我自己的家庭。这就是你的家庭啊！哎呀，这所有一切，包括我的性命，还有我的地位，拢总是阿兄你予我的。阿兄考虑真久，你是堂堂八府孙二代，总袂用咧有一个杀手的大哥。我的任务已经完成，我应该爱欢欢喜离开你才对。你的任务完成，也毋过我的任务怎啊才要开始啊？阿兄，你为我奋斗18年，小弟对我要报答你。我只不过是替爸母的责任嘛。你就是可比我的爸母啊！我非走不可。哎呀，你是要搁重现江湖？假使逼到万不得已的时阵，无抓着我的安尼死做，袂用的。哎呀，你袂用安尼做，为着小弟，为着你家己，为着阿嫂，你绝对袂用搁在刀光剑影之下过日子。无抓着，这是命中注定，我应该爱过一款生涯的啦。后生啊，我听医说伫咧讲恁翁仔某要离开咱斗室。是。你是要搁去流浪江湖？后生啊，你是毋是为着顶日遐个歹人，特要来甲你治剑谱，所以？安尼啊，我明个家庭就起山的未来，伊现在是暗军代理人。暗军大人也是你的小弟。哎呀，安尼遐尼只老啊，你袂用去走。江湖的是非何时了？后生的，你既然都无要搁行江湖啊，你剑谱若予伊，安尼就无代志啊嘛。袂用的，剑谱若是予伊，代志经到做，因是非为做菜的歹人。你既然都无要搁行江湖啊，你甲人插遐济是要创啥物呢？因做歹是因的代志，只要若莫搁再来了乱咱，安尼就好啊嘛。听阿娘的话，剑谱予因吼。
煞啦！你若无爱囥雨伞吼，叫伊将剑谱的摕摕互因啦。婆婆，我着有考囥伊，啊，毋过伊着无要听我的话。唉，雨伞这个囡仔，实在是互人足担心的啦。阿娘，我有一个办法，毋知用也袂用的。办法是啥物办法？无你讲出来，我听看卖。我想讲，偷偷将迄个剑谱送来去互寿龙因，因目的是要治剑谱，到时阵若予伊，伊就要搁找雨伞的麻烦啊嘛。这阁是一个真好的办法哦。毋过，你敢知影雨伞将剑谱囥伫咧倒位？你是安怎？你什么回事？迄武姑娘哪甲遐歹人家斗阵？你又搁想要管人的代志啊？哎，迄阮先生娘啊，阮哪会用爱无管啦？啊，你毋着看你家己有才调，通啊共管无？哪无？我袂晓偷偷啊甲伊对，伊若有啥代志，我都转来去报我的师傅知影。小等下，你别安看哦，人迄个武姑娘也无先去互夹去啊。我原来是要甲缀来去看卖。无啊，你遐袂咩？拜托你啦，用盐甲生起，我明仔载就转来卖啦。袂用你啦，小等你啦，哎呦！我用的是柳河山，哪会是你？你要治是剑谱，我代替我的翁婿送来互你。摕来！在你还袂将话讲互清楚，我袂先互你。你要讲什么话？你要讲什么？我早就知影。但是我还阁是要讲，我求你，你放开雨伞，你莫找伊麻烦好。哦，伊怎讲即句话，就要还乡咱大家所失去的民主啦。哼，还讲有，阮大兄一条性命，伊还袂嫌我咧。也毋过是你阿兄开始当做甲阮阿娘，你要治的是剑谱，我现在将剑谱互你，安尼敢毋是已经了结啦？搁再讲，阮娘的冤仇，我无想要报，你放心好了。先将剑谱互我，再搁讲。你先将话讲互清楚，我再将剑谱互你。哦，敢讲你家己一个人，敢都有可能将这个剑谱甲我摕离开这是？是我梦想已久的武林奇珍，果然伫我的手头了。意见如何？这就是要互柳河山做第一下体面的方法。但是这安怎？剑谱已经伫我的手头，假使若有啥物代志，一切由我来负责。
啊，紧甲哎来互大夫看无我会翘啦。谁家己的？哎呦，嘿，无啊，你到底是安怎？哎呦，啊，干那看嘛知，啊，都搁问。无啊，你就是想爱管人的闲话啦，我讲话你拢无咧听啦。哎呦，我哪会知啦？啊，都甲因对去甲镇上，都去互因发现着，才会三日头做伙吐。吼，所以安尼你的伤才会遐尔重，谁叫你毋听话？死好啊！啊，吼，迄人都强要死去啊！你还搁咧骂？你若要叫我带你吼，来，较紧甲我爱来去互大夫医生，紧！你吼，若无小可甲你教示一下吼，你都拢毋惊死啦，死会好啦。这人强要死啊了，这毋是小可教示呢，紧啦，甲我插咧啦！看了就气死！哎呦，你听嘿，哇！阿娘，你偷剑宝，互伊煞摕去交互伊收容。哎呀，为要息事宁人，啊，只好就将剑谱互因嘛。阿娘，你错，恐怕失事啊！不能人何着江湖情何紧啊！收容那连心飘小剑，竟会危害情的武林啊！真是会安尼哦！收容行为啊！如今受医算安险，令人担忧。剑宝若落在伊收容的手，父亲，医算的必然我真渺忧。既然安尼，何三妹啊，你紧去救伊算，紧去！阿娘，你知影医算甲伊收容约伫咧什么所在无？哎呦，我可唔知哦，我会使我，较紧嘞！迄武姑娘吼，去互伊定派人带对后山去啊！医算，医算，医算，你是安怎？医算，你到底是安怎样？你紧甲我讲，
我无命。医生，检破的代志不要紧，你紧甲我讲，我袂责备你。医生，啊，医生。